喎，原來。我都唔知得唔得㗎，我又不過聽佢講㗎咋，咁你嗰陣時都係即係話想生個仔先係嘛？即係其實仔女我都唔中意㗎，咁啊到佢安住佢哋啦，到6點鐘佢喂開工喎，哦咁開工，好啊，四哥好鬼坦白嘅啫，呢啲都講話俾我聽。即係你可以 cut 咗佢㗎嘛，唔使得解。唔 cut，幾打都唔 cut 呢個。咁啊第二朝啊，6點鐘朝頭早6點鐘啊，開工又開工啦係嘛？到第3日嘅啦，喂開工，我黐線啊，我中咗啦！邊可能成連開3日工啊？係咪？你估我鐵人咩？係咪啊？咁真係中咗。咁啊真係中咗，哇！咁真係中咗咁啊！整咗個靚仔出嚟，靚仔冇靚仔，喂計劃中啦就生咗阿霆鋒啦。咁其實之後亦都係計劃中再加埋。計劃中又生女嘅，真係嘅。生女啊唔係喎，生女食多啲蔬菜。哦，係咁，嗰條配方係點㗎？我點知佢啊？你問佢啊呢個。哦，即係食多啲蔬菜就可以生女㗎啦。哦。咁佢又講得有啲道理嘅嗱，譬如即係話你又食2打生蠔，一件牛扒咁啊，即係嗰啲精力係咪強啲啊？係咪啊？咁你食蔬菜咪疏啲啊？係咪啊？即係嗰幾粒精子走慢啲啊嘛，係咪先？即係呢個係一個秘方嚟嘅。我覺得佢唔知喺邊度學翻嚟。即係大家可以參考下生仔。大家可以參考下嘅。係咪啊？更加有效地去訓練，因為我覺得唔係你訓練越多就越快。好多人都話咧，霆鋒係被縱壞的孩子啊！初真係。係嘛？我哋點解會移民溫哥華咧？我哋唔係為咗97，唔係為咗乜嘢，因為。拉姑同我都商量過，即係話喺香港，我呢個仔同個女咧係即係唔多唔少都有啲特別嘅俾人嘅優待，因為為咗我哋喺香港又一路同有咁多關係，有咁咩唔想佢哋特別即係會受到啲特別嘅寵愛。因為咁樣寵愛一定會教壞仔女嘅細路仔，咁所以我就決定咗移民去加拿大。所以你就形容自己同阿霆鋒唔係好熟啦。我同佢真係唔係好熟嘅啫，尤其是佢入咗行之後。真係啊！點解咧？入咗行之後，佢成日都講，佢話我入行，老豆一啲嘢都冇教我，淨係講我一句説話。咩啊？執生。一路以嚟，沙田同大圍都好似密不可分。一路以嚟，沙田同大圍都好似。最可愛的是，哎呀！就會為大家獻上一連串長青金曲，首首經典。首先由我汪明荃為大家唱出《酒歌倘賣無》。喺今晚名曲滿天星開始之前，我哋會進行一項簡單而隆重嘅亮燈儀式，有請我哋今晚嘅主禮嘉賓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 GBS 太平紳士。
保良局主席杜偉強律師，籌委會主席暨保良局總理梁安琪女士，籌委會聯席主席暨保良局副主席劉陳小寶女士，籌委會聯席主席暨保良局副主席林文燦博士，籌委會聯席主席暨保良局總理朱莉月華女士為我哋主持亮燈儀式，有請咁多位，多謝晒咁多位主禮嘉賓，請返回台下就座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名曲滿天星。嗱，今晚咧我哋就由將軍澳嘅電視城咧移師嚟到香港會展中心，亦都適逢咧保良局係127週年嘅慶典，咁啊台係有好多善長人員在場，所以我哋咧唱歌亦都會特別開心嘅。嗱，我而家有少少要求，就係希望你哋用好熱烈嘅掌聲，最熱烈嘅掌聲歡迎汪明荃為大家唱出第一首歌。Thank you。使用家用氣體爐具認住 GU 標誌，深圳灣1號發展商匠心巨作，珠海彭帥珠澳灣口岸旁380至7000尺地標物業，電話688999727。我哋日本製造710金蛋飯煲，現時各種香調模式，茉莉米、糙米、雜穀米，煮咩米都咁出色。IH 磁應導熱，配合黃金圖轉口鍋，每粒米都均勻受熱。你睇啲飯幾咁香軟熟，大家食飯。Panasonic 金蛋飯煲，飯都咁出色。Panasonic， 今年咩都冇做過。幾時先快樂？係啦，老吉啦。好多人想種牙，第一反應就年金拎多啲，保費俾少啲，正喎。年金計劃帶俾你終身加碼新投保首30萬港元保費，每月年金終身加碼25%，餘下嘅保費仲有機會即享保費折扣。只要喺今年12月31日前聯絡香港年金預約，就可以預留優惠名額。年金拎多啲，保費俾少啲，即打25125000揾我哋啦。唔同國家嘅樓，我都買。玩遊戲就冇問題，但喺現實中買境外樓花就要小心風險，有可能貨不對版，甚至爛尾。最好就揾持牌地產代理啦，佢哋必須遵守地產代理監管局嘅指引。宣傳品要附有牌照號碼同警告，仲唔可以誤導消費者。委託持牌地產代理買境外樓花，會有更多保障㗎。重啟遊戲，隨時攞你命。跟實大隊，先有機會3勾勾出返去。Watch Step 紅春魔幻紀，叢林標記，星期日晚明珠930。
收睇世界觀。敍利亞巴沙爾政權迅速倒台之後，歐洲敍利亞難民嘅去留再次掀起爭論。部分國家已經暫停對敍利亞人嘅庇護申請。不過有身處歐洲嘅敍利亞難民認為，國家局勢仍然不穩，未係時候翻去。到底已經喺歐洲生活多年嘅敍利亞人，正係面臨乜嘢掙扎呢？